蘇小姐，你让我久仰了。龙哥，龙哥，我哥欠你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再宽些点日子。钱是，我要的是你家底气。现在给你2条路走，是我爸妈留给我的，我不会给你的。那就剩最後一條，好好陪我，把我伺候舒服了，都好。你他妈誰啊？想死啊！我是你祖宗。哦，好得很，在江城混了这么多年，还没人敢跟我这么狂。知不知道上一个打我的，现在在江底水泥礁的？我干死他！这些钱都是你们的！大哥，有话好好说。你叫王龙，这一巴掌是替我兄弟苏二狗打。你在牌局上搞下套，你以为我不知道？胖子说有个小子不好惹，就是你。这一巴掌打你逼良为娼，祸害一方。大哥，我别打了，我知道错了。二狗的钱不用还了，我烧了天条，一笔勾销。这一仗替我打，赔医药费10万，我肩膀上的傷你得出钱。你不要以为你能打就牛逼了，我背後可是四海集團陳四海陳總，在江城手眼通天，黑白兩道都吃得開，弄死你分分鐘的事兒，你識相了就趕緊滾，我可以當今天什麼都沒發生過。陳四海那個喪盡天良的畜生，你讓他來，我等着他弄死你。不過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你的頭還能挨幾批。我錯了，文哥，這卡裡有10萬塊錢，密碼6個8，你拿去當醫藥費。陈总，有人搅局，蘇家地契沒拿下來，事情黃了。你個廢物！我養你幹什麼吃的？管不了那麼多了。明天下台，誰來弄誰。輕點，輕點。包紮個傷口，你鬼叫什麼？啊！我是為了救你才受傷的，你就這麼對待救命恩人啊？謝謝你。你說什麼？聽不太清。我說謝謝你，聽見了吧？知道了。你真夠意思。他倒是跟我哥那些隨風狗友有些不同。好了，你趕緊把衣服穿上。屋裡有人。妹妹，你怎麼會在這兒？紅姐，你還看，把他弄走啊！看夠了沒有啊？要不要給你搬個凳子？哼！我沒看，我就是怕有壞人。妹妹，你這是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了？紅姐，我遇見渣男了，他為
了逼我去夜總會賺錢，天天打我，好不容易才逃出來。誰這麼禽獸？告訴我，我就要幹仗！妹妹，你怎麼能在外人面前這麼說自己的男人？你別怕，你先把衣服換上。妹妹，你怎么能在外人面前这么说自己的男人？妹妹別怕。又是你小子，怎么阴魂不散啊？我发现你还真是不要脸啊！这是我跟我女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別多管閒事。那是我新交的男朋友，怎么跟他沒關係啊？你要打要罵，衝他來！還真會鎮定，這姑娘腦子轉得挺快。我要宰了你！啊！我的手！給我把這家店砸了，把他們都廢了，出事我兜着。還有誰要上來試？沒事啊。你想要幹什麼？我警告你，我下面有人！紅姐，算一下他損壞了你店裡多少東西，讓他雙倍賠償，少1分錢。今天他別想出這個門。123加765等於888。玻璃櫃一個，椅子2把，牆上刮花，總共10300。聽見了，10300，雙倍就是20600，掏錢。你他媽在跟我開玩笑？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這邊四海集團早就拿下地了，過幾天挖掘機一來，你這破店連渣都不剩。你說什麼？拆遷？你以為我今天是來找柳妹的？我是奉王龍哥的命過來通知你，趕緊搬。哼，不搬的話，明天挖掘機就直接開進。文哥，怎麼辦？我說了，有我在，誰也別想動這個地方。文哥，你不知道劉備這個人心狠手辣，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四海集團在江城勢力大得很，他們惹不起啊！惹不起？我陳子文這輩子還沒見過惹不起。給我往死裡打！開，把這破店給我拆了！上啊！誰把他幹趴下，我給他1萬塊錢！還有誰？你給我等着，我讓挖掘機來，看你能扛得住挖掘機不？文哥，他說要叫挖掘機，這可怎麼辦啊？完了完了，真的來了！文哥，要不咱們跑吧，東西不要了，命要緊啊！好了，可對不起二狗。孫子，你不是能打嗎？來啊，跟挖掘機打啊！文哥，快回來，危險！哦，给我打！他是人嗎？他把挖掘機給掀了！你別過來！我說了，讓你賠錢。我賠，多少錢都賠。紅姐，多少錢來着2萬0600。聽見了？聽見了。哥，我身上就這2萬，差600，我回頭給您送來。 600塊錢，3天之內送到，晚1天我掰你1根手指頭。一定送到，一定送到。滾！龍哥一會兒就到，囂張不了多久了。
龙哥，就是他，就是这小子坏了咱们的事儿。完了，这么多人！孙子，你不是狂吗？来啊，再狂一个给我看看！龙哥带了50个人，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二哥，对不起。龙哥，您这是？你给我跪下！现在，立刻，马上！云姐，文哥到底是什么人啊？连王龙都给他下跪，兴许是打怕了吧？王龙，你这阵仗不小。文哥，误会，都是误会，我不知道刘飞那个王八蛋是来找您的麻烦。你不知道？那这50个人是来认我当爹的吗？文哥，是陈四海，陈总他下了死命令，说这塊地今天必須拆，我也是沒辦法。陳四海讓你拆你就拆，他讓你吃屎你吃不吃？文哥，我錯了，我真的錯了，你饒了我這一次吧。你剛才說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不是，文哥，我嘴賤，您就當我是個屁，把我放了吧。王龍，你的這條狗該怎麼處置？你自己。文哥，他平時就是跑跑腿兒，傳話，跟我沒什麼關係。您想怎麼處置都行。龍哥，我可是替您辦事的，你不能不管我呀。上次我還請您吃過飯呢。你他媽閉嘴！老子差點被你害死！你惹誰不好？你惹文哥，是嫌我命長是吧？給我滾一邊去！這是他賠你的錢，不夠再給他要。夠了，這比店裡一個月掙的都多。王龍，我想把這塊地包下來，自己做點事兒。你想跟着我幹嗎？願意，整天跟着陳四海幹，我都快成精神病了。我一定為文哥馬首是瞻。什麼馬驢騾子的，別說那些虛的。有錢大家一起賺，有飯大家一起吃，這就是我的規矩。你真打算帶我們一起幹？當然了，陳四海不就想要這塊地嗎？我先下手為強，看他能把我怎麼着。人太帥了吧，我得把他拿下。既然想跟我幹，那傷天害理的事就別做了。文哥放心，正好有個富婆看上我了，正好我也吃幾天軟飯。真是癩蛤蟆玩青蛙，長得不花玩得花。行了，都散了吧。等等，文哥，還有什麼事兒？把你這條狗帶走，讓他給陳四海帶個話，就說我陳子文還活着。知道了嗎？起來，丟人現眼的東西！你說什麼？再說一遍。陳總，那塊地拆不了，龍哥也跟對方混了。拆不了？我養你們這群廢物幹什麼的？陳總，不是我們不盡力，是那個叫陳子文的，他太能打了，徒手掀翻挖掘機，您能想象嗎？那麼大一輛挖掘機，他一個人給掀翻了，我們去了50個人，全被他打趴下了。陳子文，我的好大哥，你還真是陰魂不散。我那個好大哥還真是命，3年牢飯沒吃死他，出來還要壞我的事兒。陳總，那我們現在怎麼辦？他不是要在那塊地上做生意嗎？行啊，那我讓人去給他捧捧場，熱鬧。徐教，後天蓮花巷，我大哥生意開張，你帶些人去給他捧捧場，懂我意思吧？明白。陳子文，江城這盤棋，你還不夠資格下。謝謝你今天替我解圍。客氣個嘚兒啊！答應了你哥，我說到就得做到。你好男人啊，我好喜歡。發騷啊！正常點，有事說事。沙雕，真是不解風情。給你。
这不是你苏家地契吗？你不是要在这块地做生意吗？给你了，希望你能带我们发家致富。我一定会的。那要是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我娶你。一言为定。文哥，你要老婆不要？我把自己送来了。你们这是？什么老婆？在哪儿呢？就我呀。不要不要，改日吧。改日也行啊。别动！我现在只想搞钱，别跟我整什么狗屁爱情故事。羡慕別人有什麼用？我要變得比別人更有錢。文哥，你把我叫到這兒有啥事兒啊？我決定把這裡做個美食大排檔。前期你負責，我明天去給你們每個人配個手機，方便聯絡。你看啥呀？你要媳婦不要？我要。看點什麼？這手機多少錢一台8800，不講價。你這裡幾台？6台，您都要？全要了，我裝你。老闆您稍等，我給您拿新的，都是沒拆封的。給我來2台，最好的。陳總，這最後6台都被這位先生訂了。喲，我當是誰呢？這不是我那蹲了3年大牢的好大哥嗎？替哪個畜生坐的牢？敢說嗎？四海，這就是你那個強姦犯哥哥，穿的跟要飯的似的，買得起手機？別這麼說，我哥雖然窮，但人家有骨氣，寧可撿垃圾，也不要我這個弟弟施捨。撿垃圾能撿出8800，他不是偷的吧？誰啊？我是四海的女人，你弟妹。好弟妹。那我弟上一個女人現在還在醫院躺。你知道怎麼躺的嗎？陳德文，你嘴巴放乾淨點。我嘴挺乾淨的，比你那些女人乾淨。一個蹲過大牢的廢物，有什麼資格說我們？現在四海身家幾千萬，你呢？你打我！你敢打我！我蹲大牢為了誰蹲？也分給那個人。我廢物也是被他害。你一個被包養，有什麼資格在我面前指手畫腳？按輩分，你該叫我大哥；按職業，你該叫我爹。四海，你就開始在打我！6台，單給我裝。陳四，我說過不靠你，我也會活得好好的。蓮花巷，你敢再來，就試一試。陳子文，你別太闖！江城不是你撒野的地方。江城也不是你一個人。對了，你那輛皇冠的車牌不錯，4個8，吉利。不過開車的時候小心點，路滑。你就這麼讓人欺負你女人？閉嘴！陳子文，你給我等着！挺好，像個樣子了。文哥，你請的免費試吃，真有人敢來嗎？怎麼不敢？免費吃飯還挑日子？老闆，真免費啊，不騙人。我陳子文說話算話，今天開業，所有農民工兄弟免費吃，啤酒管夠。文哥，人手不夠啊，我一個人考不過來。
你看你，汗都流眼睛里了。媳妇儿真好。你看人家妹妹多有眼力劲儿，再看看某些人，钢铁直男一个。你不是说要嫁给我吗？你得表现表现。谁说要嫁给你了？我那是开玩笑的。我可当真了。这小子有点意思。莲花巷这个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我得问清楚。老板，敬你一杯，开业大吉。大叔，哪个工地的？莲花巷工地的，四海集团下面的工程队。四海集团的活，工资按时发吗？发啥啊？拖了3个月了。这又是谁啊？你就是陈子文。你谁？菊玉娇，四海哥让我来给你捧捧场。妈的，砸场子是吧？就这破地方也敢跟四海哥抢生意？陈子文，你是不是在里面待傻了？陈四海就派个娘们儿来，他自己不敢来，还不如派条狗。你再说一遍试试。王龙，你他妈怎么这副德行？文哥，别提了，那个富婆她就好这口，我要是不穿，她不给我钱花呀。哟，这不是龙哥吗？怎么混成这副德行了？长胡子的娘炮我还头一回见。玉娇，你别狂！今天我在这儿，你别想动文哥一根干毛。就你，3招之内不把你打趴下，我跟你姓。来呀，Who pair who？ 文哥，我尽力了。该你了。够了。四海集团欠我工人的工资3个月没发了，今天不但不给钱，还来砸场子，谁给你们的胆子？你谁呀？关你什么事儿？我叫周天明，龙兴集团的。龙兴集团，京城最大的地产公司。四海集团在莲花巷项目的甲方罢了。对，欠我们工资不给，还有脸在这欺负人！兄弟们，今天不把钱要回来，谁也别想走！你说你是龙兴集团董事长，你就是啊！我还说我是他妈！都别动！谁他妈敢上前，我弄死谁！你他妈真是骚炮班子！大老人，你也算是个人！给你爷道歉。回去告訴陳四海，蓮花巷的項目被收回了，他可以滾了。哼，帶着你的人趕緊滾！你們給我等着！陳子文是吧？周總，剛才那一腳沒事吧？我這身子骨還扛得住，倒是你膽子不小，龍興集團的人都敢打。我只打該打的人，管他是誰。借一步說話。紅姐，你說那個老頭找文哥幹啥？不知道，但看着不像壞人。剛子，扶我一把啊！你這打扮，我怕別人誤會我跟你有關係。你他媽！龍興集團，我是董事長。我今天混在工人堆裡，就是想看看四海集團到底有多無法無天，3個月不發工資，還縱容手下打砸。我周天明在江城幹了一輩子地產，沒見過這麼黑心的。那你打算怎麼辦？蓮花巷的項目，我打算換人做。
我想让你来。周总，我坐过牢，你不怕别人说你用了一个强奸犯？英雄不问出处，我看重的是你的人品，不是你的过去。周总，你就不怕我干不好？你一个大排档都能干得风生水起，一个大项目还怕什么？再说了，我这把老骨头需要个信得过的人。行，我干。明天来龙兴集团报道，莲花巷的项目交给你了。文哥，那个老头跟你说啥了？他说要让我干莲花巷的项目。真的假的？文哥，你別逗我。文哥，你太牛了！你這副德行還能幹保鏢嗎？能。文哥，你放心，只要不吃軟飯，幹啥都行。行，以後跟着我，別再穿這些亂七八糟的了。文哥，你是我親哥。剛子，大排檔你盯着，我以後忙項目，這邊你得撐起來。文哥，你放心，我在，店在。就是有我看着他，出不了事兒。你看我幹啥？你剛才抱我那一下，我可記着呢。誰抱你了？我那是激動。完了，紅姐淪陷了。我看文哥也差不多了。明天9點，龍興集團，我讓人在門口等你。周總，我還有一個條件。說。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得先結清，這是我在蓮花巷動工的前提。我就知道我沒看錯人，工資的事兒，明天一起解決。文哥，你真的要去了？怎麼，捨不得？誰捨不得了？我就是怕你被人欺負。在江城，能欺負我的人還沒出生呢。等我站穩了，你就別幹髮廊了，來項目上幫我。你說真的？我什麼時候說過假話？行吧，那我勉強考慮考慮。四海哥，那個陳子文太狠了，還來了個老頭，說是龍興集團的董事長。廢物！我讓你去砸場子，你他媽把甲方得罪了！我也不知道這是周天明。周天明，這老東西怎麼會在那兒？說陳子文和周天明在一起。那個老頭還說要收回蓮花巷的項目。陳子文，你他媽非要跟我過不去是吧？鍾總，出事了。說，周天明去了蓮花巷工地，還跟陳子文搞到一起去了。項目可能要換人。換人？龍興集團的事兒，什麼時候輪到他說了算？鍾總，周天明畢竟是董事長。董事長，現在就是個空架子。公司裡的事兒，說了算。那蓮花巷的項目，照常進，該拆的拆，該建的建，一切由我。陳子文，你以為攀上周天明就贏了？老子背後的人，你惹不起。你來，別跟死了爹似的。四海哥，那蓮花巷照拆，明天就拆。誰攔，給我打。那個陳子文，明天多叫點人，我就不信他有3頭六臂。周董，你把一個外人帶進董事會，不太合適吧？鍾副總，我今天召開董事會就是要討論這件事。我提議任命陳子文為蓮花巷項目的總負責人。蓮花巷那可是公司最大的項目，這人誰呀？聽都沒聽說過。周董，我查過這個人的底，坐過牢，強姦犯，剛從監獄出來不到1個月。你把幾個億的項目交給這個人，是想讓龍興集團上社會新聞嗎？鍾副總，陳子文坐牢的原因比我清楚，他是被冤枉了才進行。冤枉？誰能證明？法院的判決書上寫的可是強姦未遂。周董，你難道比法院還懂法？鍾婉君，就是那個鍾婉君。
再说了，蓮花巷的項目關係到公司的生死存亡，交給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外行，這不是拿公司的前途開玩笑嗎？我提議，項目繼續由四海集團負責。陳四海在這個行業幹了這麼多年，經驗豐富。鍾總，你跟陳四海很熟嗎？陳總是我們公司的合作夥伴，當然認識。那3年前那200萬，陳四海給你打的是合作款還是別的什麼款？你胡說什麼？我胡說。要不要我把那筆轉賬的日期、金額、賬號都報出來？你一個坐過牢的強姦犯，有什麼資格在這血口噴人？你幹什麼？反了！你敢打我？這一巴掌是替那些被你們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打的。鍾萬軍，你跟陳四海那點破事兒，我遲早會查個水落石出，到時候就不是一巴掌的事兒了。你就這麼看着一個外人在公司撒野？我覺得陳子文說的有道理。如果你和陳四海之間有什麼牵系，最好主动說清楚。好得很。周天明，你別忘了，公司不是你一個人的。我提議就陈子文入职一事进行表决，不同意的請舉手。周总，看来大家的意見很统一，這個陳子文進不了龍興集，不進就不進。我有的是辦法幹蓮花巷的項目，不一定要進你們公司。子文，等等。周董，既然大家都不同意，那這件事就這麼定了。蓮花巷的項目繼續由四海集團負責。散會。周董，身體不好就回家歇着，公司的事兒有我呢。你就是陈子文。你是？周清雪，周天明的女儿。周总怎么样了？医生说是急火攻心，加上长期劳累，需要静養。我爸是被你们公司那幫人氣病的。跟我沒關係，我今天是去幫忙的。幫忙？你一個剛出獄的人，能幫什麼忙？清雪，別這麼說，子文是好人。爸，你醒了，感覺怎麼樣？子文，過來。清雪剛從國外回來，公司的事她不懂，你多幫幫她。爸，我不需要他幫。你聽我說，鍾萬軍已經架空了公司，我一個人鬥不過他，你需要幫手。子文，我知道今天委屈你了，但蓮花巷的事兒不能就這麼算了。周總，你放心，陳四海欠我的，我自己會討回來。不只是陳四海，鍾萬軍背後還有人，否則他不敢這麼囂張。爸，你放心養病，鍾萬軍的事兒我來處理。清雪，你別衝動，鍾萬軍不是那麼好對付的。周總，我去看着他。子文，清雪脾氣倔，你多擔待。我不管我爸對你有多信任，我不認識你，也不信任你，所以請你離我遠一點。醫院不准抽煙。行，你不信任我沒關係，但你告訴我，你打算怎麼對付鍾萬軍？龍興集團是我爸一手創立的，鍾萬軍不過是打工的，我直接召開董事會，免了他的職。你爸都做不到的事，你憑什麼覺得你能做到？鍾萬軍既然敢架空你爸，說明董事會裡大半都是他的。你召開董事會只是給他一個名正言順把你踢出去的機會。要扳倒鍾萬軍，你得先找到他的把柄。什麼把柄？他跟陳四海之間有利益輸送。3年前，陳四海給他打過200萬。如果我能拿到證據，鍾萬軍就跑不掉。你為什麼幫我？我不是幫你，我是幫周總。他看得起我，我不能讓他寒心。鍾萬軍今天找我談了。說什麼？
他说龙兴集团最大的投资方天目集团老板想要一块鸽血石给他女儿治病，如果我能在10天内从缅北拿回那塊石头，他就自动退出把权力还给我。你信他？我不信，但我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个套。缅北那种地方龙潭虎穴，他让你去送死。就算是套，我也得去。我不能看着我爸一辈子的心血被人抢走。我陪你去。你说什么？我答应过你爸，要看着你。你死了，我没法交代。二哥，你说我这命，怎么净摊上这种事？缅北那边都安排好了。钟总放心，安排的妥妥的。白家大小姐白冰亲自出马，周清雪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敢跟她争，只有死路。白家是上京4大家族之首，做军工企业，家里有人在部里，惹上他们，周清雪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钟总，那块鸽血石真有本事，能治疯病？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但白家信，天目集团的老板也信，这就够了。有时候事情的真假，重要的是人信不信。钟总高，实在是高，这一招借刀杀人玩得漂亮。周清雪一走，龙兴集团就是您的天下了。莲花巷那边进度不能停，地契的事搞定了没有？快了，快了！苏红那个贱人把地契给了陈子文，我正在想办法弄回来。陈思海，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一个发棱妹你都搞不定，你还能干成什么事儿？钟总，不是搞不定，是陈子文那小子太能打了，我派了好几拨人，全被他打了回来。我把莲花巷交给你，就看你有本事。你要是连个地契都搞不定，趁早换人。江城想干这个项目的人，能从这儿排到城门口。钟总放心，3天之内我一定把地契拿到手，我亲自去。我就不信他陈子文还能把我怎么着。陈思海，你最好说到做到。莲花巷这个项目，关系到龙兴集团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你跟我的前途。出了岔子，你我都兜不住。明白，钟总放心，我一定把事办好。行了，去吧，记住，不管用什么办法，莲花巷必须按时动工，软的、硬的、明的、暗的，我不管你用什么招，我只要结果。钟总放心，我一定把地契拿回来。周天明，你以为找个外人就能翻盘？做夢！龙兴集团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文哥，你都看了一上午了，歇会儿吧。周总住院了，项目的事儿我得盯紧。陈思海那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得提前把每一步都想到。你真的要跟陈思海对着干？他毕竟是你亲弟弟。不是我要跟他对着干，是他不给我活路。我替他坐了3年牢，出来连家门都不让进，现在还要抢我的地。你说，我能怎么办？文哥，外面有人找你。谁？女的，开奔驰，看着挺有钱，还长得漂亮，就是眼神有点冷，跟谁欠他800万似的。收拾一下，今晚出发。去哪儿？鸽血石的消息已经确定了，3天后在当地拍卖。钟万军说了，只要我拿回鸽血石，他就自动退出，把龙兴集团还给我。你真要去？缅北那种地方是龙潭虎穴，你一个女的去了，能不能回来都是两说。我说过了，我没得选，我不能看着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被人抢走。这谁啊？周总的女儿。你女人？朋友。晚上8点，机场，别遲到。你答应过我爸要帮我，别说话不算话。朋友，他看你的眼神可不像是看朋友，那眼神我太熟悉了，恨不得把你生吞活剥了。
你想多了，她是周总的女儿，从小在国外长大，性格就这样，说话跟吃了枪药似的。我想多了，你知不知道女人最懂女人？她那个眼神就是在看自己男人。我告诉你，陈子文，你可别在外面沾花惹草。陈子文，你跟我说清楚，你跟那个女的到底什么关系？红姐，怎么了？谁惹你了？没怎么，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刚才文哥又惹红姐生气了。文哥的事儿你别掺和，小心挨揍。一会儿别乱说话，这里的人我们一个都惹不起。这地方人命不值钱。那个白家什么来头？听着挺唬人的。上京4大家族之首，做军工起家的，家里有人在部里。白冰是白家大小姐，脾气出了名的差，谁惹她谁倒霉。上次有个富二代在酒会上多看了他2眼，被他叫人把眼珠子挖了。我好，比你想的还好，所以一会儿不管他说什么，你都别接话。龙兴集团那种不入流的小公司也配来跟我争？江城那破地方能长出什么好苗子？白总说的对，也不看看自己挺惊喜的。各位来宾，欢迎参加本次拍卖会。第一件拍品，鸽血石，起拍价10万美金。别绝，他就是鸽血石。那是假的。龙兴集团那个女的连举牌的勇气都没有，真是废物。就这种货色，也敢来人现眼？白小姐出价10万，15万。点天灯。有钱了不起，一上来就点天灯，真把自己当跟葱了。我今天非要给他点颜色瞧瞧。你100万美金，不是不让你去吗？你疯了？那东西是假的。就是要气气这个高傲的女人。你看她那个样子，尾巴都跳到天上去。你气他可以，拿钱出气，100万美金，你爸知道不得从病床上蹦起来？我不管，反正不能让她太得意。100万美金，也太看不起我白家了吧？双倍，200万美金。200万美金。白小姐不愧是上京豪门千金，出手就是阔绰。这颗鸽血石是您的了。200万买个假的，这女的脑子是不是有什么大病？白家这智商，也能混成4大家族之首。你刚才为什么不让他举牌？你早知道他会输。关你屁事！你知道我是谁？知道，一个有钱的傻逼。那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在京城，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给你惯的，我这么跟你说话咋了？你咬我？有意思，我喜欢你。你叫什么名字？喜欢我？真他妈晦气！我姓倪叫爹，小名叫爸。记住了，以后见了我记得喊。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的。在江城，我可能管不着你，我让你出不去，你信不信？不气盛叫年轻人吗？
你70了，你不会以为你今天赢定我？现在东西都在我手上了，我怎么输啊？你拿什么跟我斗？那我们走着瞧。你凭什么说那块是假的？万一真的是鸽血石呢？我在监狱里跟一个老头学过鉴宝，那块石头光泽太亮，颜色太均匀，典型的合成品。各位来宾，第2件拍品，这是一块从缅甸老矿区出土的原石，未经打磨，起拍价1万美金。这什么破玩意儿？1万美金，送我都不要。拍这个。你疯了？那块破石头是我的，那就是鸽血石。这位女士出价1万美金。龙兴集团那个女的买不起真的，买个破石头充数。 1万美金成交，恭喜这位女士。如果这不是鸽血石，我饶不了你。如果是呢？如果是，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好，这可是你说的，别反悔。这真的是鸽血石？这位女士，您确定要当场鉴定吗？确定。这是极品鸽血石，我干了40年，今天可真是上天垂青，让我开了眼了。 你刚才说的干什么都行，可別耍賴啊！我這個人記性特別好，你說過的話我可都記着呢。我那是隨口一說。隨口一說，那可不行。我這人最大的優點就是較真。女士，這塊石頭我幹了40年，頭一回見到這種成色，保守估計價值500萬美金以上，而且傳說中它具有治療瘋病的效果。 你一定要好好保存，這可不是錢能買到的東西，這是緣分。這下龍興集團有救了，我爸也有救了。鍾萬雲那個王八蛋，我看他還怎麼蹦躂。子文，謝謝你。光用嘴謝啊，那也太沒誠意了。那你想幹嘛？想幹？不是，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還沒想好。對，改日。臭流氓，你腦子裡整天想什麼呢？行了行了，別鬧了。 白冰那女的不好惹，她要是反應過來那塊石頭是假的，非得瘋了不可。我們現在拿到東西要趕緊走，別人走不掉了。你說的對，快走。把那塊石頭交出來。這是我合法拍到的，你憑什麼搶？我說的話就是法，你跟我講規矩，你算老幾？ 你自己傻了吧唧花200萬拍個假的，現在跑來搶真的，白家大小姐就這點出息。你剛才罵我傻逼，罵我有病，現在我告訴你，我看上你了，很明顯啊，看不出來嗎？你弄疼我了！你是不是有毛病？受虐狂！
你怎么知道？我就是。你他妈离我远点！给我追！让他们跑了，你们一个都别活了！上车！最后有个人开车的。无畏，刚学的。行。好啊，怎么不跑了？把鸽血石给我，我可以给你们一条正路。静，给我杀了他们，把鸽血石抢回来！干死他们！静。给我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快撑不住了，你松手吧，别连你一起摔死。少废话！我这辈子没扔下过任何人，你也不会是第一个。看到下面那个山洞了吗？我数3下，一起松手。能走吗？你把湿衣服脱了烤烤火，穿湿衣服会生病，在此处生病就是找死。那你背过去，不准偷看。我要是偷看，我就是狗。你穿好了叫我。你也湿了，不脱会感冒的。这种山洞里寒气重，穿着湿衣服比不穿还容易生病。你刚才为什么要跳？我是说，你完全可以自己跑的。你一个人活命的概率大多了。答应你爸的事儿不能做不到。我这人没啥优点，就是说话算话。答应的事，跪着也要完成。如果我拿回鸽血石，扳倒钟万军后，集团交你打理。说什么？我不要你打理龙兴集团，我当老板娘，你当老板，公司是你的，也是我的。发烧了，说什么胡话？是不是刚才掉水里脑子进水了？我没发烧，我说的是真的。陈子文，你听清楚了，我周清雪不是在跟你开玩笑。陈子文，我好像喜欢上你了。你冷静一下，我们现在在山洞里，衣服都湿了，烤着火，这种情况最容易产生錯覺。你在國外待久了，沒見過我這樣的，新鮮勁兒一過就沒了。我沒錯覺，我在國外見過各種各樣的人，白人、黑人、黃種人，有錢的、沒錢的，帥的、醜的，但沒有一個人願意替我去死。周清雪，
蘇紅還在等我回去，我跟她之間不是你想的那樣簡單。她把自己家的地契都給我了，那是她爸媽留給她唯一的東西。那你为什么不跳崖的时候松开我？你自己活着回去，不是更好吗？当我没说，你就当我发神经了。二狗，你说我这命怎么就摊上这些事儿，欠这些女的？周清雪，我跟你说正经，莲花巷项目我必须拿下来。不光是答应了你父親，我也答应了我的朋友刚子、王龙、蘇紅，他們都把身家性命壓在我身上了，我不能讓他們覺得跟錯了人。我陳子文這輩子可以對不起自己，但不能對不起兄弟。我看人果然不錯，有擔當，講信用，還不要命。我跟定你，不管你答不答應，反正我認定你。那個，這些事以後再說。柯雪是在你手的，白冰在外搜山，晚一秒就會被堵住。而且我的朋友還在江城，他們就多一秒危險。我得趕緊回去。你說的對，走，找路出去。這就是傳說中的鴿血石，真能治我女兒的病。方總，這是我們帶回來的，貨真價實。為了這塊石頭，我們差點把命踏上。3年了，我找遍了全國的名醫，中醫、西醫，甚至江湖郎中，都沒能治好穆寧的病。希望這塊石頭真的像傳說中那樣有奇效。王總，你女兒得的是什麼病？怎麼一塊石頭就能治？不是病，是被人害的。3年前，我女兒被人之後就瘋了。整天瘋瘋癲癲，胡言亂語，見人就躲，見光就怕。1年前從家裡跑出去，到現在都下落不明。我派了多少人去找，翻遍了整個江城，連個影子都沒找到。如果讓我抓到那個，把他剝皮抽筋，脫骨揚灰，我要讓他知道，動我方天木的女兒是什麼下場。3年前。不會這麼巧吧？江城就這麼大，不會真是……你怎麼了？臉色突然這麼難看？沒事，可能是這2天沒睡好。言歸正傳，你們把鴿血石帶回來，我說話算話。龍興集團的事兒，我幫你們擺平。鍾萬軍那個白眼狼，我早就想收拾他了。多謝方總，有您這句話，我就放心了。先別急着謝，我幫你們是有條件的。方總請說，只要我們能辦到的，一定盡力。我聽說這次能拿到鴿血石是你的功勞，那種地方能活着回來的可不多。方總客氣了，我就是個打下手，主要還是周小姐有膽識。年輕人還挺謙虛。現在這個社會，像你這樣的不多了。你叫什麼名字？陳子文。你說你叫什麼？陳子文。陳子文，3年前，我女兒的人就叫陳子文。方總，那不是我做的，我是替我弟弟頂罪的。罪？法院的判決書上寫的是你的名字。你跟我說頂罪！保安，都給我下來！你別過來！王總。你聽我解釋，
3年前那件事兒，是我弟弟陈思海干的。我爸妈跪在地上求我替他去坐牢，我心软答应了。我出狱后，连家门都不让我进。编，你继续编。你以为我会信？方总，陈子文说的是真的，我可以作证，他的人品绝对没问题。你作证？你跟他认识几天？你凭什么作证？方总，出什么事了？陈子文，把他给我拿下！你敢在我这里动手？方总，我要真想动手，你这几个保安不够看的。我是来找你帮忙的，不是来找茬的。帮忙？把我女儿害成那样，还让我帮忙？我说了，那不是我干的。你要是不信，我把你女儿找回来，让她当面跟你说清楚。你说什么？你女儿不是走丢了吗？我帮你找，找回来之后，让她亲口告诉我，当年傷害她的人是誰。行，你要是能把我女兒找回來，替她沉冤得雪，我把天目集團1半的產業轉給你。我不要你的產業，我只要清白。那咱們就走着瞧，找不到你就等着吃牢飯吧。陈子文，你瘋了！陈子文，你去哪兒找他女兒？江城就這麼大，一個大活人還能找不到？各位，我代表龍興集團正式宣布2件事：第一，天目集團已向龍興集團注資2個億，這是銀行轉賬憑證。2個億？天目集團，那可是江城最大的投資方啊！第2件事，即日起免去鍾萬軍副董事長職務，蓮花項目總負責人由陳子文擔任。周清雪，你憑什麼？憑我是周天明的女兒，憑龍興集團51%的股份在我手上，夠不夠？誰贊成？誰反對？你別得意，白家不會放過你。白家，這裡是江城，不是上京。陳子文，你別高興太早，你以為你贏了，你還差得遠。你要幹什麼？你敢打我？你在下套想讓周清雪去送死，還算個人嗎？白家勢力你根本想象不到。白家算個屁，有本事衝我來。對了，陳思海給你當那些年，賬本我都拿到了，等着坐牢吧。你說什麼？歌雪石被人搶了？白少，是周天明的女兒周清雪，他們帶回了真的歌雪石，白冰小姐拿到的那個是假的。廢物！我白家做事什麼時候失過手？怎麼給我交代的？我讓你安排的事，你就安排成這樣？白少，我安排了，我真的安排了，白冰小姐親自去的。誰知道那個陳子文他會鑑寶啊？他在監獄裡跟一個老頭學的，一眼就看出那塊是假的。陳子文，這名字聽着耳熟，是陳思海的哥哥，3年前替他頂罪的，剛從監獄放出來不到1個月。這小子太能打了，我派了好幾波人都被他打了回來，王龍也被他收服了，徐玉嬌被他打得屁股開花。陳思文哥哥，對，就是他。現在蓮花巷那塊地被他從龍興集團手裡拿走了，四海集團都快倒閉了，陳思海天天喝酒都快廢了。陳思海，當年那件事不會露餡吧？
方木营那个疯女人，现在也不知道在哪。起来吧，跪着像什么样子？回去盯着陈子文，有什么动静马上告诉我。他见了什么人，去了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话，我全都要知道。晚上那个陈真的不好对付啊，他连挖掘机都能掀翻。徐玉娇带了50个人去，全被打趴下了。不好对付，在白家面前，没有不好对付的人。不就是个坐过牢的混混吗？能翻出什么浪花来？等会儿我亲自去会会他，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长了3头6臂。是，白少出马，肯定马到陈城。那陈子文再能打，也不敢动白家的人呐。陈子文，你要是敢坏我的人，别怪我心狠手辣。你就是陈子文，看着也不像有3头6臂啊。你谁？上京白家白波，没听过。那个白冰是你妹吧？你们白家是不是基因有问题？怎么1个2个都不太正常？陈子文，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在上京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捡烟头呢。把割血石交出来，我可以放你一马。否則，你今天怕是走不出這個夜市。割血石已經交給天目集團了，你死了這條心吧。白家在江城不好使。天目集團？你們跟方天木那個老東西扎上了？怪不得敢這麼囂張。蓮花巷項目是龍興集團主導的，不管你們白家是什麼來頭，都沒有資格插手。這是江城，不是上京。給我幹他們，一個不留！屁股不疼了？上次打的是不是嫌少了？聋了！我說幹他們，聽不懂人話。白少，我不敢，他真的打我屁股，上次打的，現在還腫着呢。廢物，都是廢物！我白家養你們這些廢物有什麼用？你想幹什麼？我警告你，我是白家的人，動我一根汗毛，白家不會放過你的。點了菜不吃，浪費糧食，這習慣不好。你媽沒教過你嗎？鋤禾日當午，粒粒皆辛苦。1000個串全在這兒了。白少，請慢用，吃完才能走。少一串，我一個嘴巴子，你自己看着辦。你就是陳子文，看着也不像有3頭6臂啊。你誰？上京白家白波，沒聽過。那個白冰是你妹吧？你們白家是不是基因有問題？怎麼1個2個都不太正常？陳子文，你別給臉不要臉！我在上京混的時候，你還不知道在哪個犄角旮旯撿煙頭呢。把割血石交出來，我可以放你一馬。否則，你今天怕是走不出這個夜市。割血石已經交給天目集團了，你死了這條心吧。白家在江城不好使。天目集團？你們跟方天木那個老東西扎上了？怪不得敢這麼囂張。蓮花巷項目是龍興集團主導的，不管你們白家是什麼來頭，都沒有資格插手。這是江城，不是上京。給我幹他們，一個不留！屁股不疼了？上次打的是不是嫌少了？聾了！我說幹他們，聽不懂人話。白少，我不敢，他真的打我屁股，上次打的，現在還腫着呢。廢物，都是廢物！我白家養你們這些廢物有什麼用？你想幹什麼？我警告你，我是白家的人，動我一根汗毛，白家不會放過你的。點了菜不吃，浪費糧食，這習慣不好。你媽沒教過你嗎？鋤禾日當午，粒粒皆辛苦。
1000个串兒全在這兒了。白少，請慢用，吃完才能走。少一串，我一個嘴巴子，你自己看着辦。你敢？你知道我白家在京城什麼地位嗎？你动我一根手指頭，我讓你在江城待不下去。你敢打我？你他媽知道我是誰嗎？我爹是白振龐，上京白家的當家人。你一個蹲過牢的混混，也敢動我？管你是誰，你爹是天王，老子也不好使。浪費糧食就是不行。我這輩子最恨2件事，一是背信棄義，二就是糟蹋糧食。吃。我吃不下了，你再讓我吃，我死給你看，你信不信？吃不下也得吃，你點了1000串，少一串，我一個嘴巴，你自己算算，還差多少串？還差多少個嘴巴子？你男人也太狠了吧，這招也太損了，比打人還難受。你看白波那個樣子，跟吃了蒼蠅似的。他是不是我男人還不一定，你看那邊那位，眼睛都快長在他身上了。完了，紅姐，你遇上對手了，這位可不是善茬。我知道。行了，懂了，以後別再來我這吃飯。我這廟小，供不起你這尊大佛。王不宁，你不是死了嗎？有鬼啊！有鬼啊！方不宁，王天福的女儿，我在照片上見過她，怎麼會在這裡？原來是他，原來當年只是四海傷害的人。白波那個到底害了多少人？怎麼樣？能治嗎？身體太虛了，營養不良，加上長期精神刺激，導致間歇性精神錯亂。說白了，就是身體和腦子都傷了。你能治嗎？你不是在監獄裡跟人學過嗎？在監獄裡跟一個老頭學過中醫，可以試試，但不敢保證能根治。這種病3分治7分養。你還會針灸？我以為你就是在監獄裡蹲着，沒想到還學了這麼多東西。監獄裡啥人都有，有個老中醫判了無疾，70多歲了，無兒無女沒人管。我伺候了他2年，短屎短尿。他臨死前把畢生所學都教我。他說這輩子欠我的，只能用這個還。暫時穩住了，但這一針只能管1時，要徹底治好，得慢慢調養，吃藥、針灸、靜養，少說也得3、5個月。這姑娘也太可憐了，好好的一個人，被那個畜生害成這樣。白波剛才叫他牧民，還說什麼你不是死了嗎？看來白家和這件事脫不了干係，說不定當年那件事就是白波做的。等他醒了，一切就清楚了，到時候是誰幹的，一個都跑不了。吃點東西吧，你已經很久沒吃飯了，會受不了。你是誰？這是哪兒？你們想幹什麼？我叫陳子文，這是江城，你安全了，沒人會傷害你。秦文，你就是那個害我的人，3年前，要是你，我記起來了，我知道你的名字。姑娘，你冷靜一下，他不是那個人。那不是我幹的，是我弟弟陳四海，我替他頂的罪。你看清楚，我跟你一樣，都是受害者。你說的是真的？真的。現在你能告訴我，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嗎？是白波。白波為了巴結權貴，
把我迷晕獻了出去。那个权贵完事後，怕事情敗露，就讓白波找個替罪羊。白波就把陳四海迷暈，扒光衣服扔在我床上。我瘋了之後，從家裡跑出來，一直在外面流浪。我不敢回去，我怕白波找到我會殺了我。白波這個王八蛋，害了這麼多人，還能逍遙法外？你能幫我嗎？幫我揭發他。你放心，這個公道我一定幫你討回來。白波這個畜生，老子要去砍了他！別衝動，現在最重要的是把方慕寧安全送到他爸那兒。有了方天木的支持，扳倒白波才有把握。你們兩個負責護送方慕寧去天木集團，路上小心，白波肯定會派人攔截。文哥放心，人在我在，人沒了，我也不活了。我得去找陳四海談談，當年的事，他是關鍵證人，如果他肯作證，白波就跑不掉。不行，陳四海那個白眼狼，你去找他，他萬一害你怎麼辦？他是我弟弟，再怎麼樣，血濃於水。血濃於水，他把你害得還不夠慘。陳子文，我不同意你去找陳四海，太危險了。而且你本來就是辦大事的人，不應該冒險。蘇紅太黏你，你這樣束手束腳的，怎麼幹大事？你說誰黏他了？我那是擔心他。擔心有什麼用？你幫得上忙嗎？周清雪，你說話別太過分。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擔心你。紅姐，你聽我說，我不怕危險，但我怕你擔心。你等我回來，好不好？你一定要回來，你要是回不來，我怎麼辦？放心，我命硬。周清雪，在北的時候你說過，如果我真的找到了葛雪石，你幹什麼都行。你什麼意思？周總，你的好意我心領了，只是我們地位懸殊，我配不上你。陳子文，我堂堂龍興集團的總裁，追我的人都從江城排到法國了，我給你機會，希望你重用。那我不排隊，你要是說話算話的話，成全我們，別糾纏。你真的為了我不當龍興集團的姑爺了，是不是傻？我這人天生牙口好，吃不了軟飯。你看什麼呢？看你。有什麼好看的？好看。你是不是喝酒了？嘴這麼甜。沒喝酒，說的都是實話。蘇紅，等我忙完這一陣，咱們把日子過起來。我答應你，以後整個陳氏集團都讓你打理。你說什麼？陳氏集團？對，我以後肯定發達，到時候創建宏文集團，你當老闆娘。宏文集團是咱倆的名字嗎？當然了。那咱們約法3章。你說。第1條，以後不管發達到什麼程度，都不准負我。行。第2條，不許跟別的女人眉來眼去，尤其是那個周清雪。我跟她什麼都沒有。她看你的眼神，恨不得把你吃了。我心裡只有你。第3條，第3條還沒想好，以後再說。行，都聽你的。你要是敢負我，我就把你那個剁了，做小雞燉蘑菇。你這也太狠了吧！怕了吧？這段時間掙的都給你。這得有5、6萬吧？6萬3，以後掙的都歸你管。你這個人怎麼這麼傻？錢都給我了，你花什麼？我花你的。臭不要臉！陳子文，你可不能出事。不會。來看我笑話的，現在我成江城最大的笑話了，你高興了吧？你贏了，
莲花巷是你的了。四海集团也快完了，银行催贷，供应商堵门，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你高兴了吧？你报仇了？我高兴什么？你是我弟弟，你混成这样，我脸上有光。说出去，我陈子文的弟弟是个阶下囚，你觉得我脸上挂得住？你刚才叫我什么？弟弟。怎么不認？你不認我也認。血緣這東西斷不了。哥，我對不起你，我真的對不起你。當年我不該讓你替我去坐牢，更不該在你出來之後把你趕出去。過去的事兒別提了，翻來覆去的說沒意思。我今天來找你，是有正事，不是來跟你敘舊的。這誰啊？我不認識。你不認識？3年前你醒過來的時候，身邊躺着的那個女人，就是她。你好好看看，看清楚。我真的不認識。哥，你拿這個給我看什麼意思？你還想騙我？方慕寧、方天木的女兒，3年前的事我全知道了，我找到她了，她親口跟我說的。你怎麼知道的？她在哪兒？她跟你說了什麼？她在哪兒？你沒必要知道。現在最重要的是，白波一直都在騙你。你是說那天晚上的事是白波陷害我的？我根本什麼都沒做。對，你就是個替罪羊。白波把你當狗，扔了塊骨頭你就搖尾巴。他把你賣了，你還幫他數錢。白波，我把你當主子，忠心耿耿跟了你這麼多年，你卻把我當狗。現在知道也不晚，把你跟白波這些年交易的證據給我，賬本、轉賬記錄、錄音、合同，什麼都行，我們一起扳倒他。哥，如果我去作證，我可能也要坐牢。我這些年跟着白波幹的事兒，夠判好幾年的。我知道，做了錯事就得認，這是規矩。但強姦那件事兒，你不能背，那不是我陳家人該背的罵名。行，我幹，就算坐牢，我也認了。我不想這輩子都背着強姦犯的罵名進棺材。我不想讓別人提起陳思海，就說那個強姦犯。哥，你還認我這個弟弟？廢話，你是我弟，這輩子都是。哥，你說我是不是特不是人？當年你替我坐牢，我連句謝謝都沒說過。你出來那天，我還讓媽把你趕出去。說這些沒用。你要是真覺得對不起我，就把證據給我，其他的都是虛的。這是我辦公室保險櫃的鑰匙，密碼是我的生日，裡面有一個賬本，還有幾盤錄音帶，都是我這些年跟白波、鍾萬軍交易的記錄，他們怎麼賄賂官員，怎麼拿地，怎麼洗錢，全在上面。你就不怕我拿了東西不認人？哥，你要是那種人，當初就不會替我坐牢了。我混蛋了這麼多年，但我不瞎。你放心，哥等你出來，帶你飛。陳四海願意作證，指證白波。你信他？文哥，你是不是坐牢坐傻了？他當年害你那麼慘，把你當替罪羊扔進監獄，出來連家門都不讓你進，現在說翻臉就翻臉，這種人說的話能信？文哥，不是我不給你面子，陳四海那個人真的不可信，他跟在白波屁股後面舔了那麼多年。怎麼可能說翻臉就翻臉？萬一是白波讓他來炸咱們的呢？他要是反水，咱們全完蛋，一個都跑不了。他是我弟弟，身上流着一樣的血。我再信他一次，就這一次。文哥，不用說了，就這麼定了。出了事我兜着，不連累你們任何一個。你們兩個今晚就帶方慕寧去天幕集團，從後門走，繞遠路，別走大路。路上小心，白波肯定會派人攔截。王八蛋，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文哥放心，誰敢動方慕寧一根頭髮，先敢從我的屍體上跨過去。行吧，反正我這條命是文哥的，你說啥就是啥。紅姐、柳妹，你們兩個在家待着，哪兒都別去，把門鎖好，誰來都別開。那你呢？你幹什麼去？你不會又要一個人去冒險吧？我去找周清雪，讓她聯繫方天木，準備好接應。方慕寧送到之後，得有人接，不然白波半路截人，咱們白忙活。
你就是陈子文，就这破地方，连个像样的门都没有。找你爹啥事儿？你爹我现在忙着呢，没空搭理你。你他妈说谁是你儿子？你再说一遍。说你呢，儿子，怎么耳朵不好使？我说你爹我在这儿，有啥事快说，有屁快放。你他妈找死！今天我先干了你，再带走方慕宁。白少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凭你，吃屎还差不多。你们白少是不是没人了？连你这种货色都派出来丢人现眼。给我上！打死了，我负责。陈子文，白少说了，今天必须把方慕宁带走。识相的教人，不识相的连你一起打。你确定就带这点人？陈子文，你不是很能打吗？来啊，跟这个打打看。行，你牛，人你可以带走，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让我跟他说句话。一会儿他们带你走，你别怕，我让人跟着，半路救你。行了，带走吧。但你要是敢伤他一根汗毛，我把你脑袋拧下来当球踢。哼，少废话，带走。你就这么让他被带走？刚子，你跟上去，注意安全。周清雪，白坡的人把方慕宁带走了，你帮我查一下，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你等着，我马上查。王龙，你在这守着红姐和柳妹，哪儿都別去。文哥放心，等我回來。查到了，他們往城西去了，應該是白波的私人別墅。知道了。文哥把方慕宁交給我，要是出了事，我還有什麼臉回去？文哥對我恩重山，我不能給他丟人。這他媽一看就是陷阱，大路不走怪這種鬼地方，不是埋伏是什麼？文哥說過，方慕寧今晚必須送到天幕集團，答應的事就是死也得做到。不對，這條路不對，哪有往這種地方開的？他們是要把方慕寧帶到哪兒去？該不會是……完了，這下真完了。文哥，我可能要給你丟人了。跟了一路了，累不累？下來聊聊吧，別讓我請。把人放了，我讓你們走。今天這事兒就當沒發生過，否則你們一個都跑不了。你一個人跟我們10幾個人說這話，不覺得可笑嗎？你是不是腦子有問題？你數數，你一個，我們多少個？方慕寧，跑，快跑，別管我！給我打，往死裡打，打死了算我的，打死這個不知死活的玩意兒！就你這小樣，還學人家當英雄，你算個什麼東西？陳子文的一條狗而已，還真把自己當人了。玩得走，快走，台上還等着呢。文哥，我對不起你，我沒能攔住他們。
刚子，刚子，你没事吧？你看看我，我是文哥，你跟我说句话。方慕宁被他们带走了，我没有，我对不起你。别说了，你什么都没做错，你是我兄弟，这辈子都是。我一定要让这些畜生付出代价。王龙马上到，让他送你去医院。我去追方慕宁，我保证带到天幕集团，一根头发都不会少。我操！刚子，你怎么了？谁把你打成这样的？你跟我说，我找他算账去。别废话了，送他去医院，快！他身上有伤，耽误不了。刚子，你撑住，抱紧我的腰，别松手。喂，陈子文，我查到了，白波的别墅在城西的山脚下，靠近白鹤山那边，是一栋独立的白色别墅，很好认。方慕宁应该被带到那里去了。我已经报警了，但警察过去需要时间，最快也得40分钟。我等不了那么久，40分钟够白波干多少事了？方慕宁等不了。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白波那边至少有几十个人，上次你也看到了，光打手就30-40个，还有徐玉娇那个疯女人，你一个人打得过那么多人？几十个人又怎麼樣？老子在監獄裡一個人打100個，白波那個廢物，除了人多還有什麼？一群烏合之眾，我見一個打一個。白波，你動我兄弟，我就動你最在乎的。你等着，老子馬上就到。那車怎麼回事？這條路是私人的，誰放他進來的？你他媽誰呀？敢闖白家私人別墅？你是不想活了嗎？你知道這是誰的地盤嗎？我是你爹，好狗不擋道，滾開！我今天不是來找你們的，別給自己整個痛苦。你他媽就是陳子明啊！就是那個坐過牢的。白少說了，抓住這貨，每人賞個妞。弟兄們，上！有妞，你們也玩不了。白波，你個狗娘養的，給老子滾出來！今天不把你打出屎來，我陳字倒着寫。文涛，你快走啊！別管我，他們有好幾十個人，你打不過的，你快走啊！說什麼屁話！我不管你們，我還是人嗎？你們跟了我就得對你們負責。今天我要是跑了，這輩子抬不起頭。我來了，放人。放人？哪有那麼容易？你以為你是誰？你來了我就要放人？你算老幾？陳子文，你膽子不小，敢跟我白家作對，在白家的地盤上撒野。你知道死字怎麼寫？不知道，你寫給我看。我認識的字不多，你寫仔細點，筆畫別少了。有骨氣。我最欣賞有骨氣的人。上一個這麼跟我說話的人，現在墳頭草就3米高，所以，我給你一個機會，活着出去的機會。俄羅斯輪盤賭，1把槍，6發子彈，裡面只放1顆，咱倆1人1槍，看誰的命硬。你敢玩嗎？陳子文，別答應他，他是個瘋子，他就是個徹頭徹尾的瘋子，他會殺了你的。
要郑志海！闭嘴！再多说一个字，先崩了你！怎么玩？说清楚点，别一会儿输了不认账。我这个人最烦耍赖。很简单，1把枪，6个弹草，我只放1颗子弹，咱俩輪流對着自己的腦袋開槍，誰活到最後誰贏。你贏了，人帶走；我贏了，你留下，他們也留下，一個都走。來吧，陳子文，讓我看看你的骨頭到底有多硬。行，我先來。你不怕死啊？死有啥可怕的？又不是沒死過。運氣不錯，該我了。看來老天爺站在我這邊。再來。无槍了，5槍都是空槍，那個子彈在最後一槍裡，最後一槍該你了。陳子文，你死定了！1/6的幾率，你前面5槍都沒中，最後一槍必死無疑。不要！不可能！怎麼可能？6發子彈，我明明放了1顆。你說的是這顆？他媽什麼時候把子彈取出來的？我明明親手塞進去的，我親眼看着那顆子彈裝進彈囊的，你他媽變魔術呢？在監獄裡跟一個老頭學過拆槍，那老頭以前是軍工廠的工程師，因為傷人被判了無期。你轉彈牆的時候，我就把子彈卸了。你那點手速，在我眼裡跟慢動作似的。好，你狠，你他媽真狠！這次5顆子彈，5/6的概率，看你還能怎麼玩？我看你還能變出什麼花樣來！這次我先來，你死了，別怪我，這是你自己找的，怨不得別人。空槍又是空槍，真是天命在我呀！老天爺都站在我這邊。陳子文，這次你還不死，你拿什麼跟我鬥？死到臨頭了，你還笑得出來？你是不是嚇傻了？你要是現在跪下磕頭叫我一聲爺爺，我考慮給你留個全屍。我是替你高興啊，這一槍下去我必死無疑，你就不用擔心我跟你爭了。不過話說回來，你就這麼怕嗎？知死送死，也算你是個漢子。廢話少說，開槍吧！我給你3秒鐘，3秒鐘不開槍，我讓你那些朋友一個一個死在你面前。你瘋了！你是個好人，你不能死。徒手接子彈，這怎麼可能？這還是人嗎？你他媽到底是什麼東西？天下武功，唯堅不摧，唯快不破，老祖宗留下的東西，你這種只會用錢砸人的廢當然不懂。你他媽耍我，從頭到尾都在耍我！槍是你拆的，子彈是你接的，你根本沒打算死。你不能殺我！我爹是白正紅，白家不會放過你的。現在是法治社會，
自有法律会治罪。把绳子解开，快！陈子文，你没事吧？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白家的人，上京白家。抓我，我爹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全下岗。白家犯了法，一樣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白家也不例外。白波，你跟钟萬軍這些年交易的賬本、賄賂官員的錄音、轉賬記錄，我全交上去。光是這些罪名，就夠你把牢底坐穿。陳思海，你敢背叛我？我這輩子跟對人了。你嚇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剛才有多怕？我以為你真的要死了，你要是死了，我怎麼辦？沒事了，都結束了。我這不是好好的嗎？一根頭髮都沒少。陳子文，謝謝你，謝謝你救了我女兒，我欠你一條命，這輩子還不完，下輩子接着還。方總，我說了，我不要你的產業，我只要清白。我陳子文做事從來不是為了錢，清白是你自己掙的，不是誰給的。我這個女兒是你拿命換的，以後天目集團有一半是你的，你別推，推也沒用。陳子文，別以為贏了，白家不會放過你的。你今天怎麼對我的，以後百倍奉還。我等着。你好好在裡面待着，別急着走。思海，媽對不起你。媽，別說對不起，是我自己作的，該我受的，我認。哥，我對不起你。在裡面好好改造，出來之後還是我弟弟。媽，對不起你，媽當年糊塗，不該讓你替你弟弟坐牢。子文，爸也對不起你，這些年讓你受委屈了。媽，起來，過去的事兒別提了。你原諒媽了？都是一家人，說什麼原諒不原諒的。爸，其實當年那件事兒，思海是無辜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當年事情就是這樣。白家欺人太甚，那我們思海豈不是白坐了15年的牢？不是白做，他這些年做的事兒也該受罰，但那件事兒確實不是他幹的。子文，你長大了，比爸強。你怎麼來了？不是讓你在家養胎嗎？我要是不來，你打算在這站到什麼時候？這是……媽，這是你兒媳婦兒，肚子裡是你孫子，快6個月了。好孩子，真是好孩子。你叫什麼名字？家住哪兒？累不累？餓不餓？阿姨好。叫什麼阿姨？叫媽。都懷了我家子子的孩子了，還叫阿姨？叫吧，早晚的事兒，早叫晚叫都一樣。媽，好，咱們回家，媽給你燉雞湯。你一個人懷着孕，跟着紫薇東奔西跑的，肯定沒吃好。謝謝媽。陳子文，你個王八蛋！我拿你當兄弟，在監獄裡我把你當親哥，你就是這麼對我的。你答應我照顧我妹妹，你就是這麼照顧妹子的。二狗，你聽我解釋，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解釋個屁！
肚子都那麼大了，你還解釋什麼？你當我是3歲小孩？哥，你看我了，是我自願的，他對我很好，我去打他。你们，二狗，我是认真的，我这輩子就娶她一個，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這是事實。你要是敢對她不好，我把你剁了餵，我說到做到。放心，你不會有這個機會的，我還想多活幾年。女大不中留。文哥，咱们這也算是熬出頭了吧？熬出頭，這才剛開始。現在天幕集團1半的產業都是你的，整個江城都是您說了算。文哥，你難道還要吞併整個少明4大家族嗎？子文當初說帶大家發家致富，現在他已經做到了。我現在只想他平平安安。上京4大家族對整個天幕集團都虎視眈眈，尤其是那個白家，我們不能掉以輕心。文哥，你說那個白家真的會報復嗎？白波進去，白家不會善罷甘休，但咱們不怕。你是不怕，我妹妹跟着你，提心吊膽的。哥，你少說兩句。陈子文，出事了！白家家主打听到了消息，跟上面的权贵解除了合作。现在权贵那邊很生氣，白家把賬全算在了你頭上。什麼意思？白家要替白波報仇，他們已經放話了，要對天幕集團和你的鴻文集團發起全面反擊。讓他們來。我想象得到。但我陳子文這輩子還沒踏過水。怎麼了？沒事，有人要找死。白家，來吧，我陳子文在江城等着你。